三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恭请人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坐下。洪典师，还有我们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在座的各位讲师，各位前眼大德，大家晚安。今日呢，佫是咱六祖坛经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班会。那么当然，互下感谢天文师弟感谢着咱上天降德之恩做水的皇族师尊智慧大德咱各老前人的五大提醒，跟成道一所大仙，跟各位点人师前人、不前人各位点人师的栽培教育。那么当然嘛，感谢咱帮点人师呢，还有这学习的机会。其实讲这大经呢，互较真正做深刻，而且对这要做大经伊的经义呢，会使讲无法度人讲汉文字改都改袂好势，讲不过深解意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呢，人讲殊名不可为呢，那后汉呢，就以着学习的这个心态呢，态度呢，来甲咱各位前人共同来做一个学习。那么当然，咱今日学习的呢，段落已经是到119页前一段开宗明义头前呢，咱洪典师呢已经甲咱做非常精辟的这个讲述，那么嘛甲咱伫功德呢，这个因缘呢，甲伊的知识面呢，拢甲咱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那么互下前一班呢听伊讲了伊即摆甲我讲，互我爱讲后壁的，我怎啊误记？我讲应该后壁拢免讲因为头前拢讲了，对毋对？重点拢讲了后壁，较会搁讲啦。当然后壁其实就是咱六祖慧能祖师咧，搁再一次甲咱的叮咛，甲伊甲咱的牵述，什么叫做功，什么叫做功，什么叫做德。那么所有的真功德伊的知识义是啥物？所以伫遮呢，伫语文品咱话人叫做伫话课本内底叫做绝疑品绝疑品就是讲技术六祖大师呢，为这个微气数呢，解说达摩祖师何以说牛夫地则是道经，波是现在了无功德。那么当然，互咱了解，咱经过研究了，咱了解就是讲，这个牛夫地呢，伊还佫有着相伊就是还佫有心，还佫有心上想讲，伊安尼做是毋是功德？有心受因呢，那么就毋是真功德，会落于福德那么就个人像过去佛菩萨，伊是菩萨为因咱众生行过，那么因是无心咧受因，那么至于德功德果是咱无形当中都自然就有这功德。甲咱真侪前辈者，就像咱即摆呢，咱的这个会务班呢，互海真开咧开经典会的时阵，就看咱美香也写。我讲美香理论，咱咧会务班的名毋是迄个题目为啥拢遐长伊伫遐写互我，伊坐互我头前都偏看着啦。讲好，啥物啊？咱即摆要啥？迄个进行感恩忏悔，行功立德。这安尼看佫较浅后壁迄个咩粉末啥物啊？好是我讲，伊啥物这是免安讲，伊讲你免烦恼所以讲其实呢嘛是针对着咱修行班道的过程内底，咱点人师、冯点人师呢，逐工拢互咱译者非常人讲非常呢珍贵的，而且第一本就是逐工拢有传一篇老师的话互咱。那么呢，咱洪点人师甲咱传，拢是咧讲你伫社会做布施做一寡功德，
甲咱来道场行功了愿的差别伫啥物所在？请问有在看的请举手。还不错呢，哦，一定要看，因为吼，咱拢免去限制，咱红点老师吼，就逐工拢一篇互人，咱一定爱甲看，吼，咱电老师的辛苦，咱甲看了，咱对修行学到了，咱一定会按学着功夫。所以咱学到遮的时阵，拄啊，咱电老师拢逐工拢传一集互人。经讲了原甲咱伫即个社会做布施的工课，做福德的工课有啥物差别？互我的体会，也就是讲，咱今日来到佛堂学习，咱是导人心愿道亲，甲成就咱自己，提升咱自己修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了脱生死轮回。那么，咱要了脱生死轮回，如果你若无讲无得，天堂有路绝对是极大步。互我先来咧分享，咱阿婷啊，即摆拢出去访亲，有哪会晓讲啊？讲吼。伫台湾用新台票，伫大陆用人民票，伫美国用美金，等于到咱西方利益情况，咱爱用啥？用功德哦，所以咱求道拢有200块的功德的开放。所以呢，而且咱互咱了解，学着这基本品了后，更加互咱有信心哦，更加互咱有信心。咱今日行功了愿，咱今日是了愿，那么愿力才会当消咱的业力。啊，咱业力若无消，六道轮回6万多年，继续伫这个轮转，永远都无法度人讲，无法度人出头天。同样的共款，咱伫社会伫这环境，你若做足侪恶因，那么当然你得的就是恶果。伊遮轮回，搁再轮回，伊生活家庭袂幸福，为什么咱的社会袂平静？所以拢是咱古人众生所做的因。那么当然，伊第后壁一段诶，伊是讲念佛往生西方的义文，而且义文上才甲咱启示在家的修行法。因此呢，伫咱玉香呢，迄天传一个讯息甲我讲，江妈妈，你香港爸妈，伊无多一个这叫什么种，啊，拢咧买花伫咱佛堂咧供佛的，迄个什么种，伊咧开建材行迄个啦。伊甲我讲什么种？不是黑壳种啦，迄个花树咧问你香港版名，咱拢毋捌吼。玉香的，他度的一个什么种？我记中有什么种？伊咧建材，甲咱伊村地共款。那么伫遮伊甲我讲，伊想要去啥？去庙时啊，做啥物？毋是迄个出家的意思就对啦。啊，佛教出家有一个名词叫啥？皈依啦，对。惨啊呢！我拄要读，我的头脑拄要叫我妈妈差不多啊吼。迄叫做皈依啦。啊，我甲讲吼，皈依是爱皈依咱的自性分。三宝分嘛是咱的自性当中，互我叫伊吼用咱的基本品吼，啊甲伊共同来做一个研究。因为伊嘛有读文化的，做当经迄个什物种类嘛有读啊，所以互我来甲伊做一个分享，讲你疑问品后壁迄一段呢，甲伊做分享，啊，所以讲安尼医生讲安尼伊就了解。所以呢，其实互我拢爱想，经典过去圣人先会所留落来的经典，咱父亲人甲互我讲，行油品就是咱六祖的啥物叫做实相法则。因为行油啊，就是行过甲金刚经的因油品，因油第一讲，因油品共款，就是行过的行油叫做咱六祖的实相法则。那么当然落来，搁在这法则品呢，那就是咱的体，后壁伊要开始甲咱教修行的功夫，修行的步路，伫后壁一步一步有了甲咱解说。所以呢，伫这一品呢，伊就是大概这一品的内容呢。甲咱启示，甲咱调细咱的修行人呢，做一种的这个启示那么咱丰田老师真简，伊就是讲，迄个功德在发心中，不在修福这一段啊，所以咱倒来接的就是出单啦。咱做伙来读一遍刚好我们一起读啦，读闽南语的预备开始。书以外，叫
见性是光，定定是德，念念无体，常见本性，真心命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光，外形无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光，心体力量是德。不离自性是光，应用无量是德。用力功德发心，单依处所是真功德。若修真功德之人，心则不轻，相应好境，心常亲近，我不断，皆自无功，自性迷惘不息，皆自无德。为我自在，相亲一切地性，亮亮无干是光，心明平吉是德。自修行是光，自修心是德。现地性，功德是自性内见。不是破虚用用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以功德别，目的不识真理，为我做事有过。那么当然，这一段呢，咱叫做大经呢，伊是做非常谦卑。那么呢，但是呢，伫伊这一段内底，咱若无来做一个整理呢，有时咱读过了后呢，无一个逻辑，互咱呢，就来做一个整理，啥物是功，啥物是德，我来做一个整理了后，咱会较有一个具体感嘛，较有一个逻辑性的，才甲咱各位姐妹共同来学习。那么当然，要做甲功德甲福德做一番的这个开始，伊后壁甲伊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功德甲福德，伊是无共款的。所以讲，伊讲咱即个皇帝呢，即个梁武帝呢是无功德呢，毋是做事毋对这是实际是事实是安尼。所以甲咱做解说，为什么伊讲伊梁武帝是无功德？伊后壁就甲咱做一个解释，互咱嘛是会当讲会当心服口服，无咱。一般的众生呢，咱拢感觉讲，做这三日一暗五日，三日一时五日一暗，实在道众做遮尔济功德，当然伊今日咱做梁武帝嘛有过去世因，咱前一班的拢有听过伊的故事，那么而且讲，互咱体会就是咱的本体。那么咱今学经典达文，就是要咱本体，那么后壁爱会晓达用，本体达用了后，咱所有圣人的地位呢，咱才有法度通甲转化。那么转化融会贯通转化了后，咱才有法度实践伫咱修道的生活内底。所以第一，伊讲见性是光。那么见性是光，也是讲了解讲性体圆满光灵苦转。所以伫行由品伊就讲嘛，我这篇伊讲何以自性，本自苦教，本自清净。本不成立，本不动摇，定心万法。伫即一段呢，已经甲咱讲到非常的这个详细。所以伊首先甲咱讲这本体见性是光，也是咱身体圆满具足三光五常光论八德，这咱本来就拢具足的。所以才甲咱讲天命之为性。咱若有法度通率性，率这天命之为性的这德性呢，圆满的这性体呢。那么当然，咱后壁就当率性就是要学的那么当然，咱台湾外地遮做中心，一定要透过修道之为教慢慢的来做一个蜕变，所以呢，伊才甲咱讲，咱的本体性光灵普转那么再来第二讲，内心谦下是讲，就是讲，咱会当体证谦着是真空的妙体，所以。易经64卦内底，咱拢知影，
享受着万孝顺。咱这欠是64卦内底上甲吉祥的这个卦，所以呢，伊绝对全无先甲有分别，伊是绝对体的这个条件。那么第三个讲自性建立万法是讲，自性真空生化万法，咱拢了解。以早互我伫这个见性是讲，互我以早有一个表哥因咧收过一个法门的啊，要招互我去啦，要招互我去那么伊甲互我讲迄坐相的咱坐咱记着咱分析。互我甲我表哥讲，伊用心得啊、规空啊伊早是迄个太初念的叫。那么我甲讲，哥哥，你是要拢见性，要安怎看到你的本性？当然，这就是一种伊家己应该是伊的体会啊，伫坐相的过程内底，有的体会。若互我甲讲，咱伫咱一贯的教育内底，咱大部分呢，拢是做一个教育了后，互你有法度啦，慢慢蜕变了，脾气毛病。所以咱志工老师才甲咱讲，修到达伊尔，小家脾气去咱的脾气有啥物？有贪嗔痴慢疑，所有的不正定，这会当会产生咱的脾气。若毛病有啥物？本来无该学，咱拢做学，本来无该学，咱拢做学。所以呢，而且自性建立万法是讲，伊同咱讲，自性真空生化万法，真空可以生妙有。若有物件就有对态若有对态，就毋是真空，就已经有邪见。因为一起念就一生死，一起念就一轮回。那么不离自性是讲性质而相较。伊同咱讲，咱本自具足的自性分，虽然是做集精，但是伊会当相较着咱的功能。互学咧，即个去朋友参加南新单位正坛组因儿子的婚礼。那么咱本来呢，我是想讲会请咱父亲人去你讲，去甲即对新人祝福。但是咱父亲人做自闭的，伊讲毋通，迄毋是咱的单位。少年表演师你嘛黑白甲我推荐，我是讲伊祝福我讲的是毋是甲伊推荐者？但是呢，父亲人非常谦虚不行，个5点传师，底下个一个迄个什么点传师啊？张点传师的款，尾啊，伊是请迄个点传师，迄个较少年5点传师指派迄个点传师去。那么呢，伊就鼓励一对新人，结婚是一个起点尔，后摆要经营这个婚姻的生活呢，足济的这个功夫。因为这拢是太历史的囡仔结婚是咧咱大饭店内底请人客那么伊讲一个，互我感觉，互我以前咱捌听人讲过啊，但是即个听咧，搁听咧较详细，伊互我坐头前伊讲翁某啊结婚选招婚是60年，对不对？钻石婚是60年，像咱房屋顾问甲中介先生，拢是钻石婚的外口拢打钻那么呢，伊讲为什么会当钻石婚啊？伊就问迄个太太伊问迄个太太讲。你头壳多甲恁翁相处60年的，像阿姨讲伊从来拢捌行桥相骂过。结婚遮侪年是免拢无相骂啦，随甲姊就相甲，阿某毋捌相骂，这个厉害啊！我阿姨倒可能，我要来问阿中问讲卖啊，我甲跋杯一下，伊讲真正毋捌相骂即摆即个伊就讲请问即个选结婚的太太结婚60年，伊讲请问啊，恁两个敢捌相骂？恁先生敢有缺点？伊讲3日一小吵，5日一大吵。阮翁的缺点真正有够济，像迄天顶的星遐尼济啊！伊讲安尼要安怎相处60年啊？伊讲因为呢，逐工拢有太阳出来，对不对？太阳出来，星才会落去。太阳若出来，星拢通落去，加工就好啊，床头巴、床尾好啦。伊就伫遐讲这个典故，互迄对新人听，逐人来拍服啊！所以讲确实有影，性质而相较，有日头，逐工日头拢光正，伊倒光照照，甲咱的自性有共款。为什么会袂歹？拢是咱自性一切的这个邪知邪见的所引起的，正有脾气毛病
啊，若文的人本来是圆倒倒、光足足的，念念无间是功，那么念念相续的过程内底，只要你把持正念，把持正念无简单，念念相续，这就是体，这就是功。啊，自性圆明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所以咱伫度人的过程嘛共款啦，是本体是附着这个特性。那么咱等下用咱要如何来转化了，要如何去实践？自修性是讲回光返照，密dục返照，必在密边。所以呢，而且嘛是共款，回光返照圆满的变本体，逐工拢爱回光返照。以及三性五性的功夫，就是伫遮咧，爱咱逐工拢关照家己。啊，这功夫足困难，但是这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也是一个远景互好咧，咱读到这经典咧，大部分都是爱体会这，但是要做会到，这拢是爱循序渐进。啊，若有法度人像着做慧能祖师安尼讲，温求作物，不求医稳咧，而且体悟咧，这体证咧。过去世受不了世，是毋是安尼？但是咱今日咱逐个穿脚，咱嘛受10世，一世30年咧。那么咱过去世就已经受300年，受10世，你敢会晓入清口愿咧？啊，一世伫经典内底甲咱记载一世30年，啊，咱受10世已经受300年，啊，这世佫继续受，啊，达到圆满着咱的本体。那么来，咱就做为做所甲咱头前讲的，就是咱的本体性。啊，咱体入了后，本体入咱有圆满的这个特性了后，那么如何来融会贯通转化？伫咱心境内底要如何转化？是爱有功夫的，一定爱。人讲，亲像互法要学习这呢。下晡呢，咱有接触在讲行啦，今日咱来运动。我敢敢去运动，绝对毋敢去啦。其实除了做好啊，嘛是爱伫遮咧，有法度家做一个融会贯通，今日互我家好多人分享。虽然讲毋是分享到非常的淋漓尽致，可是上少会晓甲我的心得，甲咱分享。那么这就是咱的本体，自身这个本体的功能实性。那么咱一定爱做一个理解。理解了后，转化，但就是要实践。咁啊，落来这就是德用，德用。平等是德，本乎平等心是一切众生。佛菩萨用佛感来使众生是一切平等。那么今日互学体会，咱今日去度化兄弟姊妹，因缘内底，咱是毋是有平等心？绝对有，绝对有。咱不管伊今日是几岁，不管伊今日是坐轮椅啊，不管伊是红鞋啊，咱拢以平等心去咧度化。亲像互我去到家己的咱罗台厝呢，带互我去文秀迄个李先生遐，因咧做工的迄个工课遐互我去坐咧伊咧读迄落咧印加果对毋对？阮就伫遐斗白。啊，伊遐朋友讲安怎？食薰、啉烧酒、薄槟榔。安尼讲爱平等心，哎呢，我坐伫遐吼，拢咧挂口罩嘛，爱掠风头。伊若坐伫风头吼，我拢袂喘气。啊，敢会使讲？袂使讲。所以即马吼，咱维修吼，偌有智慧，你敢知？当年诶，我举一条桌仔有一边，啊电风伫迄边，安尼你就找袂着啊。互我偌解感恩诶，你敢知影？这就是要有智慧咧想办法因为确实咱无提分味啊，因为头前佫有咧啉迄啥？高粱的呢，高粱的毋是保利蛋的高粱的佫食槟榔迄薰互我教一个迄个严先生讲，严先生，你总生阮永春也做迄个永春的学长敢是？你甲讲像毛泽东安尼一支接一支，免用带打，有无？汤先生，迄个下阿长有无？好，伊做迄个上迄个人工化妆，你来你看了就知。有够生迄个啊！你食了，我讲叶先生，请问你头拄敢有用奶打？伊讲食薰着搁用奶打，安尼有恐怖无？一支搁接一支，迄个康先生就真正，若来永春迄个康
健身就是有那安尼，阮拢赞袂掉，甲付钱物交迄个庆的名人吼，我大人坐伫因内底甲伊讲诶，阮家主也是阮青拢做出来。哦，好辛苦啊，阮伫遐迄个林先生啊，我讲吼，林先生，你即个年纪也茫食啊济，阮老单主嘛甲讲，伊讲不要紧啦，无食就会死去啊。恐怖，讲啊医生拢无甲你照看你的鱼乌去无？伊讲时间还袂到诶，还袂甲我照着。我讲，所以讲吼，伫遮也是讲，确实，咱今日度化兄弟姊妹，度人的心，心传道亲的心真正平等心，无分啊诶。啊，若无咱普通咱是安怎遐辛苦啦？哦，咱对即个物件，啊，其实就是咱敬戴哦，咱个见山不是山呐，见水不是水。啊，袂达到吼，迄落咧意见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哦，人讲叫做平等性质，心无病啊。哦，咱拢是平等性质，我都提出来。哦，那么伫遮来用外形有咧是对，那么外形有咧也是外口会用。你拢爱录字义法有之中发字，该讲者有之好。所以咱发字要讲者呢，合时宜，理事一致呢。简单啊，所以以早咱的迄个何老前人，为什么甲前人叫理事，对不对？哦，啊，甲副前人叫副理事。所以呢，阮去到遐吴典传师，迄吴正雄典传师吼，拢叫副前人叫副理事，因为迄是足资深的典传师啊。伊佫停留伫以早何老前人遐迄阵的即个称呼，所以拢叫伊副理事。啊，迄有时啊，互仔佫形容听袂习惯。啊，伊互我佫甲讲，典传师伊是副监理，哦，副监理也讲，以早就是叫做副理事，啊，咱前人叫理事，哦。那么互我学到遮个理事圆融，所以咱才有学着讲，咱若对咱的长辈礼貌，哦，是一种恭敬，对不对？是应该。对咱的长辈咧有礼貌、谦虚，哦，这是应该。啊，对咱的迄个平辈有礼貌呢，人讲叫做和善啊。啊，对晚辈呢，晚辈咱应该后壁咱就读着，哦，后壁咱就读着，对晚辈的和善是一种高贵。所以为什么伫咱度咱的学界，哦，像咱远东佛师团的学员也好，已经看到咱拢做尊敬啦，有啥物？因为感觉讲哦。这浅显哦，那江妈妈哦，还是有些浅显哦，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有一种母爱，而且是非常高贵的一个母爱。哦，啊，对人讲，若对一般人有礼貌是安怎？叫做安全。咱后壁六祖坛经后壁应该咱就会学着哦。所以呢，而遮外有礼是着，一定爱，人讲有礼吼，人不怪啦，礼多人不怪。爱花非常的重节，要达到中庸之道，而且要合时宜。哦，合时宜，亲像咱父亲人啊，随拢会讲伊手入古洞的故事，对不对？哦，即件伫咧咱新单的澎湖道场咧讲哦，有一个陈先生成功的事吼，伊安听甲安尼好，安尼，咱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耳眼啪啪吼，啊伊听了伊讲，哈。啊，迄吼《金刚经》我读几啊遍啊吼，迄第一份吼，我就无了解呢。迄个基手入古洞是啥物意思？哦，啊，咱父亲就安尼好对头到尾讲一个基手古洞，伊得太子到古洞中者吼，黄金菩提，哦，报信树啊，所有的这厝成就的这典故物件，因听者讲。这拢捌听着，啊，互我古典传师讲，对哦，啊，你也拢无甲你提醒起，叫你背金刚经。啊，所以呢，我就该用一些合时宜。真的，人家需要的时候，需要一杯水，你给一杯水；需要一碗饭，你给一碗饭的时候，迄才是真正人讲叫做合时宜。哦，那么你一切出去的应对，爱当理甲事会当并存，会当理事圆融。咱净空法师嘛是兄弟，也频道内底，有没有办法达到理事圆融？哦，就是你做的所有的代志拢有合乎真理无？哦，合乎一致无？所以真正啊，外形、外形有礼是对，身体力量是对，哦，身体力量就是讲你的这个本心
有自性体用无，咱的本体性伊有合着咱的本体性的所有的这德性无。那么如果若有法，你就法度放下你的执着，甲你的染垢，甲你的邪念。哦，因为讲放下就简单，放下两字实在怎样是好讲，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要放下执着，不是那么简单。真正比你摕100万出去过世搁较辛苦，搁较无可能。因为咱人，以前咱义守大先生讲的，大项拢会退化，喙齿就好。我即摆喙齿食物件拢会酸。阮将来就讲老啊，喙齿咧退化，无以前我拢拼我喙齿上好诶吼，无假喙齿哦。那么大项拢会退化，但是咱有一项袂退化，执着，就是咱的固执哦。亲像我发现妈妈。我咱这个倚老卖老，像阮江美纯，我甲讲吼，人的美女讲师班，培训讲师在这里，刚好只有1个领任在，3个领任，你们是讲训班的班员哦。那个对不起，佩仪老师哈，跟浩姐说要跟你们通知一下，咱3个领，咱吴姐处长你甲伊拒绝啊吼，你甲伊拒绝，伊甲我讲你甲伊拒绝。哦，搁有美纯，搁有丽玲、文心、王正二甲高满，搁有恁3个领大伯吼。请咱自备迄个照迄个班表，伊可能会提早，毋管是1月还是2月，会先甲恁做一个沟通，上课爱上啥，哦爱炸啥，爱创啥，哦，伊讲领任他不好邀请，应该有加入迄个群组啊，恁来加入迄个群组。处长，你有伫迄个群组吼？你敢会甲咱3个领拢甲加入个匿名？哟，做挂匿名，因为匿名咱无伫迄个群组，但是我一直有来联络啦。因为咱旧年无上嘛，即摆明年要开始上，伊伫1月份可能会先甲咱做一个沟通，先甲咱做一个沟通。哦，讲到遮，对啊，放下执着，我甲阮江美纯讲。江美纯，你爱去学工书。伊讲妈妈，阮做无闲，你敢知？我讲你毋当做妈妈做闲，妈妈嘛是做无闲学起来的呢，毋是做闲呢。伊早也要顾阿公阿嬷，也要顾恁，也要上班，才学工书呢。我毋是即马退休才学工书的呢。我是安怎行过来？哦，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接棒，也要做一个传承。慈悲的请你吼。你毋免钱互我，你毋免买水衫互我穿，你就先去学工书。伊讲妈妈，阮之前讲叫做啥物，你也知？情绪勒索。阮之前甲阮讲情绪勒索咧，我讲吼，我毋是来情绪勒索，我讲吼，我即摆想讲吼，若写一代甲讲吼，请你赶快回复佩仪老师，因为当年拢有通知，咱拢无人回复咧，你来惊啦，王正副领任调文信。搁交处长有回复，剩的这拢无回复哦。所以呢，伊就找互我，叫我搁订互伊资料，我那请示黄经理讲是毋是要搁订着？尾后我是问问的，原来是迄个丽玲无加入群组，高曼也无入群组，这3个人拢无入群组。伊毋是个别甲恁通知，伊是伫群组通知。所以咱自比一下吼。互我就来拜托，搁再拜托，讲我吼以妈妈的身份要来，互伊施压力啦。哦，我就甲讲，我以早36岁的时阵，恁几岁？妈妈嘛是咧上班呢，嘛爱顾阿公阿嬷呢，嘛迄大闲爱出去学马节、学工书呢。我毋是讲我退休了48岁才开始学的。伊讲吼，好啦，莫搁情绪勒索嘛，所以才回复互伊。所以伫遮其实。咱要放下这个执着，毋是遮简单。可是呢，有时啊囡仔是爱小可受一个压力的吼。我甲讲，我们江家的德养家的德性靠恁2个祖囝传承啊。伊讲没有那么严重，妈妈你放轻松。我讲恁竟然无学，没有学习就没有留院的机会。你不用讲，你没有到道场去学习，你说要上那个道务中心的班。有违啦，因为这是规定。今日做老师，赶快你无经过老师的考试，人嘛无可能互你去做老师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呢，伫遮
伊讲我这也是执着啦，我讲我这毋是叫执着，我这叫做善执着，对不对？哦，所以伊是一个道理啦。那么当然，身体力量是定，就是讲咱来讲啊，咱是定，甲咱诶人，有啥物贪嗔痴慢疑，所有诶不正见，那么邪念也就是这，哦，不正见就是邪念。那么应用无染是定。在真功德的过程，互咱体会就是讲啊，你无为而为，无心插柳成荫，而且过程内底它是无染的，哦，这才是真正的功德，才是真正的德。所以讲上德不德，哦，下德即德，积德之者不明道德。那所以伫遮呢，咱来当无染呢，就当招而上平常心，就行的功德。那么行的功德是啥？思来就因你甲笑，伊也无较欢喜，欢喜笑，你若微笑是你照着你家己微笑，毋是行咧笑，对不对？你受气嘛，你家己咧受气，毋是行咧受气。那么咱照了行，恢复到清净，哦，啊，咱的心呢，嘛是爱达到这个意境哦。可是这拢是一个理想，吼，拢是一个理想。心灵平等，平等是对，哦，就是咧，在咱转化实践的时候，会当妙用无语，随缘不变。亲像咱家己呢，今日咱罗摊主本来要招互较期啊，我甲讲哦，卖我今摆去，我请假一下，后礼拜才来。伊讲吼，今日准备啊，足歹势，本来拢讲好啊，吼，啊结果佫变卦，吼，迄个吴先生讲啊，要10个吼，安尼规气卖啦，后改啦，互阮较用诶，吼。我讲啥物时阵才有用？啥物时阵毋知影，吼。所以呢，咱嘛是爱随缘不变，就是讲。因今日啊，会当啥物啊？人讲因伊做着福缘3缘苦足，那么当然咱要去遐办临时会，当然都无问题。哦，那么你遮要达到随缘不变，咱以早常常听咱父前人咧甲咱讲，伫伊个心经迄本的佛法嘛是，看还是有看到，啥物？咱因为咱人拢有五行甲咱拘束着，那么伫五蕴内底，而且照见，五蕴而且。而且无法度照见五蕴，而且咧甲咱行法色受想行识，而且甲咱行法，咱这个家体而且咧，但是呢，咱要如何？哦，以早伫咱心经内底解说内底，父亲人就讲，这嘛是圣人讲的啦吼，色空不二，安怎爱会当断万念，看到一切色，哦，甲达到咱的本体，回归到咱的本体。伊是无字的，是因的。啊，但是咱我当断观念无。其实咱伫修行的过程内底，慢慢来洗涤咱的心灵，了后咱会继续袂放弃的。哦，你像迄啥物庙会啦吼，啊有迄庙龄女人咧跳舞，甚至佫有人要咱换衫，佫有人要念投翕相的，啊，即种叫啥？会使讲要达到色空不二断万念，迄种足够攀岩的。啊，来受空不二爱怎？受空不二，心着行，吼，我本来拢背起来，用袂过。受空不二，心着行。啊，受空不二，心通天。啊，想嘛，行空不二，观自在。达到色空不二，一定爱现如来。所以伫咱色受想行识五蕴之苦内底，五蕴自性苦的过程内底，咱要如何跳脱？哦，如何跳脱？其实咱一定要达到平定，个心爱平心静气。哦，爱达到平心，你若有法度达到平心，那么你就有法度静气。咱拢是心袂病，看到物件，听到代志，心袂病，今日咱倒去。哦，所以伫遮伊搁来讲。自私心、自修心是对。那么当然，自修心就是对王的功夫，自修心就是内心的功夫，自修心就是外的功夫。那么咱要如何自性妙用？咱拢常常讲自性起用拢无问题，互我昨暝听着副监人又搁发一个指令，甲我讲，迄悔过班呢，互我爱学习第1班。哦，我阵仔读甲某味遐吼，有够疼，有够疼！我讲蒋摊就讲惨嘛，毋知跌破尾。
我看到迄题目，我才说他看有变破，而且时间又很短，对不对？今日初9啊，我初2就爱学习嘛，啊，互我搁今日爱学习就做到，因为我昨个暗暝读到足疼。伊讲免紧张，免紧张，时间拢会过。哦，啊，咱副前员讲，咱自行启用，各位先生，啥物叫自行启用？咱甲甲互法迄个积德进。拢是爱去做准备哦。那么当然，行有中，行有归。咱看一个前辈者哦，咱过去好老前很好，互我会知影呢，看迄个牧羊人的影片，因为互我咧想讲，我的资料要安怎来做的时阵哦，爱感恩、知恩、感恩，搁再安怎推恩。那么我推到哪里？推到我们的何老前人，咱上个是有印象的，莫讲到过去的圣人先分哦。咱的何老前人，互我看到迄个影儿牧羊人，伊整个伊的即种的，互咱看到，而且法相，虽会当互你感觉着讲，迄种而且庄严。三过家门而不入，咱敢有可能？无可能啊！叫咱去国外开放，咱就讲哦，啊，说毋知要去偌久，啊去遮久。啊，是像互我即摆，阮即摆一搭拢无出门啊，会习惯咩？会习惯呢？你若讲明年会是嘿吼，要搁叫我出门吼，互我今去花莲山，咱我江南族就袂习惯啊。伊讲哈，已经习惯你有地个，即摆搁要3工无地个，安尼袂习惯。哦，啊，所以讲来遮，咱要真正讲达到行有中，行伊过呢，着对咱的好老前人，咱的义所大仙、玉德大仙。即个成就咱所熟悉的即典传师前人因成就哦，而且法相，咱着当去体会讲，安尼行有中，行有过。啊，若无即阵哦，人讲迄个即圣文，即看即件文圣即即书哦，一个西装穿的，安尼非常飘偏，你敢知伊想要唱啥？毋知，因为真个人太高。然后讲，像迄韩国的即名车哦，对一个无化妆的，无可能哦。那么咱即阵一个西装笔挺的，真像互法的江南族，今日咱电视搁咧报迄个食霸王餐的啦吼。啊，阮江南族就讲，啊，迄个亲像吼，我有一个人客啊吼，安尼穿甲西装笔挺啊，啊开，迄敢若是迄个镜头才是旧的无毋对啦，但是来吼。拢甲我讲吼，我月底领钱，才互你钱。我讲哈，分钱啊，来互你推拿哦。伊讲嘿，我讲啊，佫欠2纸。我讲哦，真诶假？啊，所以讲哦，伊讲真诶啊，伊佫互我相片，我看伊诶大头像真正西装笔挺哦。啊，所以讲我甲咱分享，文性即事哦，因为外表就代表一切。但是咱今日经过真理的洗礼了后，洗涤了后，咱才会当心口如一，言故行，行故言，言行相顾哦。咱会当行有中，行伊过。咱的过去圣人也好，过去咱的老前人，咱的前人，咱的典传师哦，来学习哦，这就是讲承宗行望。那么这也就是互法咱分享的哦，本体。干咱后壁形体答应了后，伊甲咱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分析。那么搁再落来，我甲咱分享论功论德。那么功就是内心的功夫，所以常咱讲哦，就心上天人，往我不断积足无功，一定要达到平等性德，就是讲平等是德哦，见性是功。那么功就是咱内心的圆融究竟。就是讲，所以在功德，但是发心当中，毋是讲你用我机器，讲我度偌济人，迄才是真功德，迄毋是哦。也是讲我今日呢来扫涂骹，也是讲我今日来洗地扫，即才是功德，拢毋是哦。真正的讲是内心的圆融究竟，一定要达到理事一如。那么论德就是咱外行的功夫，那么外行的功夫呢，要达到自性以往不失。咱若自性以往不失，就有德哦，这是德单经内底甲咱自备的。所以德伊是重修持。那么修持也就是修改家己，要安怎真正有法度人持守咱的真理，而且转化了落实伫咱的
生活当中自现着咱本性的光辉。这是咱演绎的咱六祖大师呢，甲咱论的功德。那么，互学，佮甲咱做一个结论伊这个经文内底拢有这本文内底拢有念念有智，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就是一定要保持正念。所以八正道内底，正念是第一个正念、正见、正义、正思、正思维，这是伊伫正念是第一个。那么修功德之人，心就不轻，就是要有平等性比心袂使有分别那么常行普敬，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有缘人，拢一定要非常而且敬重。其实这是外在。那么咱内在要敬重咱啥物？敬重咱的自身份。咱若敬重咱的自身份就袂害太啊就袂讲我用修家，我用无用所以呢，特别功德发心，功德在发心当中，而且呢，咱会当依处而作，就是讲有法度人依处真理来受持，那么这才是真功德这才是真功德。第三，伊讲功德是自心内见一定要回光返照，毋是布施供养之所求。这就是功德甲福德的这个差别功德甲福德的这个差别。由于布施供养之者，会当三轮体空。那么当然，六道万行内底，布施是第一道。目前伊常常咧讲叫做开路金，那么叫做布施是咱即两支骹。你若无布施咧，那么布施咧布施有出侪种方法毋是金钱尔财施、法施、无畏施。咱一个衣笑，拢嘛是一个布施咱目睭呢，安尼人咧讲道，人咧甲咱讲话时，咱安怎正眼甲人看的时阵呢，迄嘛是一种的布施所以呢，有足侪种的这布施的方法，但是在布施的过程内底，供养之者三轮体空，不见有灵施之我，所施之物，受施之人，袂使执着这三项物件，这叫做三轮体空。那么，就是无心执着是福德之上，嘛是功德之上。好，互我讲到遮呢，已经到1点钟啊，会喘啊，咱来看一个影片看一个影片，这就是当初偷懒的地方。辛苦。看不出来。这是南投呢，平里南投呢，这个影片。好。这可能有他7、8分，咱休息一下，看完才个煞尾后边，已经都要结束了。我来看这内底做有机会的，你注意甲看字声音的。已经真寒啊！这样重要。前面这一段很重要。伊讲咱的心就是啥？咱的心就是迎接灯台你看咱的身躯是灯台咱的手是咱的灯柱，啥物是咱的灵力？就是咱躯干咱躯干学习的这过程拢是咧教，所以咱来学堂就是咧天顶声音大。
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柱，增助戒行，以为天戒行智慧达达，以为天有智慧当然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专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一灯续燃，燃灯无尽，故号长明。达摩祖师所说的长明灯，既了达自心，清净妙明，以一心智慧之光，照彻万法之性，不堕愚痴昏暗，且将此意转将教化，由一人而劝10人、100人，由一灯而燃百千万灯，法法相传，灯灯相续，光明无尽，便无法界。释迦牟尼佛在《贤喻因缘经·贫与难陀品》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佛陀在舍卫国时，国中有个贫女叫难陀，她生活贫穷，依靠流浪乞讨为生。因常常看到波斯、匿王等王公贵族在佛陀面前供养，他就想：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以致今生福寿卑贱，现在遇到如此广大的福田，一定要种下福德。于是他四处乞讨，终于画到一枚钱，拿着这枚钱去买油做灯饰。外人说根本不够，但是出于同情，就给了他2倍的油，刚好够做1盏灯。贫女非常高兴，把油灯放在佛陀面前的众灯之中，默默发誓。古时的本心只能这个小灯供养佛陀，这个小灯能够让他来世得到智慧的明灯，以此功德灭除一切众生的愚痴黑暗，这个是因缘了。啊，咱一般人係咱用經文攏求平安啊，所以無同款。第2天，所有供灯全部熄灭，唯独他这盏灯依然明亮，灯油灯芯毫无欠损，如同刚刚点着一样。神明第一的木接莲想把它弄掉，等晚上我讲经时再供，但以各种神通也没办法熄灭。佛陀告诉他：你们声闻弟子的神通根本不能灭掉发大乘菩提心之人的灯，应受记贫女未来成佛。这盏灯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举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争相做灯供佛，历时7天7夜，灯满精舍，遍照无尽。后人因此赞曰：所施者小，所成者大，2钱微供，顿超帝王40里灯。佛说《施灯功德经》中就有一则偈言称赞说：若人一灯奉施佛，得福过前
人身心怀净性，其志为求圆觉道。十方贬至俗世，一心恭敬而供养。因为伊的发菩提心，当下伊的即个布施呢，即个油灯呢，伊是足无钱的，足瘦的，去一钱呢。啊，但是咧头家呢卖伊呢2钱的油，互伊有够人安尼布施一拍即个油灯呢去供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时阵拄啊波斯匿王嘛，所以《金刚经》毋正有讲迄个。伊个太子呢，就是波斯匿王，伊去个战胜吼，伊就是去，互我听古前人安尼讲吼，伊听甲差不多这个故事灵感，互我哪都会会晓讲啊，啊无听差不多100届，甲真正袂晓讲，但是即届真正足认真甲听吼，听了小可有印象啊。伊这个基德太子就是波斯匿王惊，伊说去建清顿来建成当拄啊因太太生波斯匿王。所以嘛，就是乃这生这基德太子嘛，所以伊名有一个名会叫做战胜哦。所以而且呢，波斯匿王用威利罗的这灯呢，输呢咱贫女难陀的驿站，他真正的发菩提心的灯哦，三轮体空的这一盏油灯呢，伊是无法度无连尊者呢嘛无法度来用神通的人嘛无法度来分哦。所以呢，伫遮呢，互咱看了即块影片了嘛，互咱一个体会。咱今日伫修办的过程内底，其实咱拢会做啥？做咱的本分事。因为不是一家人就不入一家门。哦，啊，咱拢会做咱的本分事。亲像何况呢，即届咱因为咱有正常电粉丝呢，来咱爱上甲咱鼓励咱即个老菩萨。啊，咱96个月的即个如来单主呢。非常的慈悲，因为互学前个囝上课吼，伊就讲要送互学甲讲教日照，伊就点亮着这一条，啊，就开始做迄个面纸盒呢，要来送互咱的老菩萨。那么呢，咱无正常点传师伊送老菩萨，毋是讲即个面纸盒足水，也是讲即个面纸盒价甲咱啥，毋是伊的用意是啥物？传承，哦，伊的用意是传承。这老单主的修炼，因为因大了近海嘛，拢有漂流木，啊漂流木呢，因迄个地单主呢，就是因后生呢，就是去有时啊，伊佫有迄相片哦，用吊车吊转来，互老单主分了啊菜，去啊采菜的，啊伊就后壁一个工地95岁啊，互法度真经咧甲咱分享的，就是伊要看咱哦，伊目睭皮爱掉，爱念贴谱啦，真诶。伊上基础，伊家己念咱咧念过迄个贴谱，啊念过迄个贴谱念起是毋是会，伊个目病问下啥物会念起来会听，啊咱就甲讲吼，阿公啊，因为伊伫遐大陆叫阿公啊吼，阿公啊，你毋通用这念啦，我来甲你买美容胶带，所以伊即阵念的拢美容胶带，用念安尼，啊无伊目睭就起无看，哦啊咱若去伊就念安尼看，你就看伊真正有够古锥的。但是伊无学白讲话，伊若一讲吼，人讲叫做字字珠玑之言，吼，啊伊就讲啊，我着航班啦吼，啊迄种迄落吼也袂晓做啥，袂晓做啥布施迄块，因的朋友道场迄块就是布施的，啊厝呢9个单主去的，哦，但因地单主摕300万出来，啊剩个所有单主的布施，啊因都迄个因为。如老单主是犯太来招，所以伊个囝姓丁，哦，啊伊姓卢，啊这伊囝摕300万出来，因迄个媳妇即摆是做澎湖道场的助理，哦，做助理咧管钱的对啦吼。伊讲吼，伊布施300万，上天幸伊3000万，迄是咱自然自知影，因为即阵的读经班迄栋大楼呢，就是伊买，哦，啊伊就是伊感受讲，啊因为因。用心餐厅，啊，搁配合2间，搁用2间，拢是如老单主传落来这素食餐厅。所以呢，唯有还是真功德哦，祖德才当流芳，祖德才当互咱的子孙大发挥。那么咱目前为什么临时决定讲要去澎湖的？
就是咱吴正雄电师呢，甲伊邀约哦，因为伊送咱即个4点的心哦，嘛是伊讲起来就是要互咱传承的。叫迄个咱所有的老菩萨客，逐个爱家己的子女、家己子孙讲，这是95岁的老菩萨做的，哦，迄是伊的爱。那么传承到我客倒来遮，就是要传承即个爱互你。他的用意是这样，毋是讲互你即块面纸我客倒去缀卫生纸安尼单抽卫生纸的用意尔。所以呢，咱傅先生嘛，因为安尼呢，互伊感动着，伊甲讲啊，我路老单子要带孙媳妇，哦。啊，伫迄个因为因嘛拢太历史的，伊生3个后生，敢若一个做囝款，是3个后生尔，我无啥物清楚。哦，所以讲伊细汉的即个孙呢要带媳妇，吴正雄电师甲咱傅前人邀请，哦，所以阮即届拄邀咱出柜出站的，阮3个拢坐半票的吼，因为傅前人65岁啊，剩几组长当陪同，哦，所以阮3个拢坐半票，3个坐较2张票。那么去呢，阮是坐贵宾的，坐贵宾的，就是讲今日咱伫即个李氏元种的过程内底，如何真正大家互我落，甲咱傅前人讲，因为迄个电传师讲吼，我袂晓讲呢，有电传师讲，你去，无咱傅前人自比咱自比者，傅前人讲无，这场毋是我的，这场毋是我的，意思就是讲，迄是咱内政单位吼，但傅前人佫较甲我讲，伊嘛毋敢去，嘛无好意思去。人讲无好事，去你讲叫互较袂使有个推荐啦，吼，无，因为阮拄仔临时，伊临时迄电传师临时咧，佫叫吴电传师去，叫吴前人去，结果无，吴电传师7年迄个年轻的电传师上去吼，所以呢，但是人伊真正甲我讲话，吼，咱人吼，人讲迄落啥物啊，师傅一出口便知有没有吼，一上台吼，看咱有捌听过讲道理，但是咱即个电传师呢，应该是张电传师，我这名字。伊讲伊的真经的吼，咱徐太太，陈丽乃哦，徐好啦，严如喜啦，吼，安尼你弟弟较好呢。对，这个严如喜，徐电传师呢，伊讲弥勒真经，咱徐太太呢有够感动，哦，因为伊一直拢停留伫咧弘扬起的这个修行观。那么呢，弥勒真经呢，哦。转交三用弥勒尊，有一本注解啦，本来要互我袂去摕的啦。写到非常人伊写吼，写到非常的清楚，哦，佫而且讲解了，哦，互人会感动。本来讲15个尔，即摆30、40个，所以遮呢也互我一个体会，哦，咱豆干子的即个慈悲，那么咱傅前人讲，来我看卖看有代志无，互我马上订机票，马上飞呢爱去吼。是咱迄前面袂当无讲话哦，全部拢爱讲道理尔吼。迄闲佫转去到咱运动呢，嘛是佫爱讲道理哦。明仔载嘛是佫爱讲道理，到食饭请饱爱坐6点，佫继续讲道理。但是伫即个鼓励的即个过程内底，咱傅前人的德性呢，会使讲，人讲有德性的人讲出来的话，就是有感染力哦，就有感染力。虽然即个迄个医院经呢，敢若徐太太呢。拢要倒来，互咱傅前人鼓拢要倒来读4年教育，哦，甲8、3等下，8、3、2年，因两个拢1年的，哦。那么伫遮，互咱感受讲，其实伫功德来讲，真功德是伫无为而为，而且因缘内底伫成就，哦，毋是讲像咱过去咱捌听过一个迄个中女啦吼，以早伊做善的时阵，伊甲头毛卖掉2文钱的，咱讲迄个主持呢，替伊上经消灾。当伊选入中女哦，享受荣华富贵的时阵呢，规台马车有偌济黄金去布施，迄个主持叫一个小三咪来上经尔。因此就有即个分别哦，咱是不是真诚？所以互我感受讲，咱今年的即个回顾班的感恩、真诚、感恩、忏悔，互我这真诚。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我毋知影这真诚感恩对啊。各位先生甲互我倒相者，看这真诚感恩吼，是要用啥物言语吼来做一个阐述？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真诚感恩，所以只有就是人讲上得不得哦，下得即得。其实，在即条诚心，即条真诚的心是伊
啊无咧像咱即阵咱做咱的本分工作，咱哪有积德？应该是拢无。哦，如果来积德吼，就咱讲叫做换哪安怎滴水往用功，哦，换滴水往用功，啊，搁再落。后壁很妙，所谓的功，就是呢，自己本身的功大甲发挥，也就是积极提升家己。像咱银行咱的六祖坛经班，咱的经典班，哦，来参会的人为什么会愈来愈少？虽然呢，佛法甲咱弘典老师讲的是较精辟啦，佛法讲的人讲，虽然是粗菜，可是咱若有真正有甲摕转去用，甲转化实践，应该是有所受益。这种佛法人甲咱弘典老师讲，无爱，我绝对无爱学习，那受益的是谁？损失的是后学的。哦，啊，佛法有学习了，我是不是会去研究？研究了后，佛法就要去体会真功德是啥物，所以积极来提升家己，就是讲，因为是对性的功夫，哦，是对性的功夫。那么所谓的就是光明本性，你要能够光明你本性的一项辅助的工作，因为有德无德，会安怎要成就有困难，啊，有德无德会安怎会真无德？哦，所以呢，所谓的就是要光明咱的本性，哦，也是要辅助咱内性的这个功夫，可避避免有漏的罪恶。所以讲，修福不修慧，福中会遭罪；修慧不修福，慧中也糊涂。哦，就是这种乌云沾着咱的本性，就失去光明。哦，毋是太阳无出来，是咱的无明。哦，毋是咱伊着会当这种本性无天道，是咱的脾气毛病，咱所有的不正见的。加染着咱的光明的本性，所以呢，所有的德，就是咱人生讲德这个过程内底，咱会提醒家己，哦，咱会提醒家己。为什么咱今日来上课？哦，等下这个功德是要安怎成就的呢？佛法嘛会甲咱各个前人做一个分享。世人所谓功德，就是防福。哦，所以咱三支香叶的拢是求保庇、求平安的。咱拢有一句话讲吼，迄个人，即个佛菩萨，去天行，咱只要香叶下四个买去，就要求平安、求健康、求趁钱。若大家拢会当公平呢，过去世拢无修福报的，大家拢会当公平，安尼是毋是？咱心灵无公平。所以讲，其实咱求的是福报，有漏人间的福报是咱带袂转去的。有时是一个无究竟法。那么咱今日所研究的功德，是今年唯有今年五智本性光明的咱的德性，互咱恢复到咱这清净的本性，找着咱的本体，这才是真正的这功德究竟法。但是讲到德是孪生兄弟因为我拍这电脑，迄字孪生兄弟的孪我伫遐找无，所以我甲叫做双胞胎兄弟咱孪生兄弟。老师，孪生兄弟毋是安尼写吗？为什么我拢找无即字啊？我的电脑内底为什么无即字？内底是注了对，是啊。但是这个电脑或许打下去没有这个，只有这个。可能迄注音毋是乱的。乌安乱，有当时。注音袂清楚。只有这个是不是孪生兄弟的人？应该不是吧？不是，孪生兄弟应该是这个。这个右边。所以我的肌肉像双胞胎公甲德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刚才你讲迄个徐典老师跟有分享一个阿妈某啊，就是亲像咱也是弟弟咧食饭，弟弟咧食饭点一汤敢会使？歹食。歹见着咱比美味的佳肴，但是有一个迄个头家娘啊已经时来转的即个头家娘讲，用一支会使因即个好档就讲用一支个咱食丸仔，但咱煮丸仔尔，咱好食。所以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他们是双胞胎兄弟所以呢，你家我大家讲了所以呢，你才互咱了解真功德其实是在发心当中，嘛是咱自己内性的一个提升。
因为互我想讲，互我讲到即篇了，后壁的就是迄个无共款的内容啊，就是迄个咱为次数咧要问咱着做会祖师咧，修行伊敢一定爱出家，即个所有的即个因缘，所以咧，互我着甲咱学习到咱119页的即一篇，即一篇。那么伫遮互咱体会着讲，其实真功德一定要了解在发生当中。但是咱即摆修办道，咱今日爱去度人宣传道心，其实是咧提升咱家己，提升咱家己。那么当然在透过时空时间2、3千多年以前就做大业，甲咱即摆实际一贯道地主所行持的菩萨道，有时候是会有出入的。是有出，因为以早修行去到庙寺啊，无所有的空田，咱即摆毋是呢，咱的空田真正有够济，空田真正有够济，文明病嘛有够济，对不对？有时啊真像互我讲，这小可有压力尔迄头就要变化，这叫做文明病呢。两个以早当有咱的好老前人，二秀大仙，咱的前人、副前人，敢有副前人讲。讲着做单兵，着要准备，安尼敢爱准备，一定爱，因为咱的地位呢无够有法端像但是当然这过去的经历已经讲过来年，对着做单兵，对金刚经倒背如流，当然伊着有迄个功力。咱无的时，咱是毋是爱准备？佮接着工课时，读起来真正会很痛那么伫遮也就是互甲咱各位亲戚分享的即一段的经文。来接落来，因为互我无搁学过所以呢，互我准备就是这个资料之一。后壁40分呢，就是各位亲戚分享跟点传师慈悲的时间。安尼敢好？好啊。来，安尼上先分享。那个处长，听说我们的分享是有名额的，是咱处长领领洪经理敢是？安尼。主任，安尼去换先，主任先。有要分享的。有啦。主任咱准备啦因为咱研究咱先来，甲咱各位先分享一下感谢慈悲。那动请起立。唔练了，我唔练了。要大堂他们的地方。谢谢。感谢点的是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请讲是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印证量很低的，就是每次用文字波轮，然后的观照波轮很少用到。如果用观照波轮很少用到的话，我们印证量就高。自证量不高的话，那个要间隙的开悟，不是达到那个跟实相气机的情形就比较不高。咱大家注意一下，看文字的是别把人哪些，其实经历足够有挫折，然后咱来做在心里苦，
但是或许在感觉讲，大家我都刻意去想一下。因为我感觉讲这好呢，毋知各位看袂感觉像三无三长吼。我较早嘛三无三长，即摆嘛三无三长，但是你若讲你三无三长，就是足好一点。咱学者是比如讲三宝生活，咱讲三宝生活是一个文字也或者应字或者名词去讲，但实际上三宝生活是经过历史去讲出来，这是我。按我的三宝文字，按讲就是文字法，就是经过历史去形出来，别人无会听的，这个是这个。因为咱本来咱上知影，光风水吼，就是酸西不知道的听海潮声。这个声，才发现刚刚某个，经过咱讲它2秒的光，那个光啊跟声音自己的体悟，那个都可以知道。有人看山水，有人看云雾，有人看那个云遮月嘛，温中会跟什么拨云见日的，它各种的千百亿发生，各种的情形，让你能够开悟。每个大的一个禅师，那个开悟是他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契机就是需要你去当下让它契。如果你把握这机会你机会叫造业，有些机会不会变啊，一两遍尔，你个造业你无小可去把握，这个机会你敢要顺利去。咱有时咧读册，但是咧天公庙咧煮菜，咧请这机会足少哦，真正会去听哦。你这个精神咱就是来去讲。所以讲，或许总是感觉讲，如果咱有看经，咱学着借着这个机会，咱目的是要开悟啊，不是要上国文课。国文课也是机缘之一啊，文字嘛写得较袂使讲，但是迄个关照要记着要主人，要见识是够嘛。或许那个或者是或者了这种是咧这个程序上，伊更多的说较多。伊讲大家讲讲这就是做事经是方法之一啦，就是或者讲，你要开发见识，文字还是讲天公了切菜拢是方法之一，经济嘛是方法之一，但是经济力量是最强。像咱讲，你做事经济了，你就是讲 OK 啊，我安尼功德有啊，有够啊，就免去做其他的代志。其实咱力量是最强。伊讲一个做过的，讲中间不是水煎包，不是汉堡。我50块你一个水煎包，我50块你一个汉堡，我感觉问题了。它不是用金钱可以交换的东西，功德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东西，因为见性是功嘛，功就是一些功底的，能够是底蕴，底蕴了了，你的不错，拍到出来。你今天如果拍到出来，那个性体圆满程度比较高。我们老师所谓的典道，指点自己的自信啊。你讲圆满，嘛是老师讲的。你今天讲的讲足济啦，问题嘛是足济，到底圆不圆满是所以讲，这个功就是功底，业底蕴，你才能够真正的见识。等到你见性之后，内心谦下，那是必然的道理。以自信与平等，平等性质当中在正等正觉的那个摩诃般若，在你的自信运用之下，它本身就没有分别心，你怎么对你而来可无迄种看到伊的色心，看到伊的报心，你就感觉讲你想讲平时讲，伊就讲你若是讲伊老人，已经嘛，你并无这分别心嘛，所以那个没有分别心之下，你是自心先下，这个是业的功底，累积的功底，你一直这么做，一直这么做，累积的功底就是你感觉不止啊。所以说，自信建立万法，等于谦下之后，你就能够建立万法，这清楚的。你咱其他你来看，就是后学有时根本不可能。咱得谦，还是讲有为别单位，还是讲有啥物宗教，按人在修为的吼，台湾比较情况，它本身有一个学用的，你先来沟通，伊拢袂甲你出什么会教的吼，为什么？是一寡在地就亲啦，在地人物，一寡人介绍来的伊会加说，
它并不是真正有进入道场，有咧讲修行的性，你开嘴就是福建讲的，足粗鲁的，就是大老汤啊，对不对？偷驴那种，那种人我们就没办法跟他讲。所以或许刚才我讲过，我们讲修道啊，是咱家己的修，但是讲这种功德就是不需要，为什么？伊是在讲阿啥个，就是叫你好爽，安尼做伙亲切做好爽呢，伊就感觉讲互你这种情况不在。你若听讲道理，讲这些讲道理讲袂晓，伊是在给否定掉。所以有时候个性建立论。咱唔是讲一直讲，我都听你讲这好嘞，几乎人都特别世界套呢，不一定，有些人世界套，你看我跟你们区别，伊是在讲啊，你若你管不开车，你行什么的，对不对？那边境的恶人嘛，可能看不爽的，他反而这样能接受，所以讲那个建院法就是咱思想都会讲活泼应试，跟谁呢？见机行事，所以这个就是你内在功底印成的。你免评对条件，免评对人来改，免评对领书给你意见，比如说啊，我这经营爱做，我想经营爱可以甲配用 K T， 这才是文化，啊，这就是内心现象，叫建立论法，不离自信。当然是内心现象跟建立论法都是不离自信。或许跟各位分享一个，你分成讲这三级就是一级。意思是讲，我们今天做去无极礼仙啊，咱讲安宁仪啊，就是迄个祭天琴啊，迄个礼戒啊，器戒相戒嘛，咱讲要去超气后相入这样子。于是吼，老师嘛就跟人讲啊，迄个向天吼，咱地球就是气天内面啊，气天嘛是包含向天、礼天内面啊，对不对？啊，这等于是基因包蛋白包容意思是说，咱其他的就是在礼天里面的，你不用再想讲将来是礼天，基本上你现在的，他在我这，你在，好像是很老前人吧，他们讲啊那个无生老母怎么生的啊？很老前人说你现在已经生了，你现在已经生了，无生老母在你里面已经生了，哎，你马上天空给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那个自信建立办法，跟不离自信的什么方法都绕着自信在跑，从自信进入自信，再发展出去。啊，就像咱有一个南大仙啊，你在银行中，你们不是有个要求？要求在哪？不是抛出去还再拉回来的啊，这个理解。你内心造成一个修等，你看两修整两个不离自信。在事情里面的一种真正能够建立关系。一个没有或许刚刚很活泼，而且一个实用，啊，分享。所以说，这不离自信跟念念无间其实是同样道理，啊，所以说，跟点师做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的实用，非常好用。自信如此，不变随缘。或许是建议说哦。或者我感觉啊，以身试道，我们一定要发现自己自信如何的原理，是怎么的原理？什么功夫啊，怎么做啊，能够对得上菩提性满人啊！菩提性，你如果能够制造众生，怎么让他能够光起来？怎么能够自信内照？这个你要怎么来跟景象去发现？让你尽心啊，各个情形。个人发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嘛，公外的方式，举个例子啦，开始。如果有机会的话，个人发现自己的天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在我下面，自性真空，生化万法，但是呢，你哪里自性真空，如何的生化万法，还在你自性里面非常利用，越刚刚非常高兴，我只会掌握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在很长的就是你讲那样，一直告诉他们，所以说老师说，我们像婴儿一样，无人皆以笑呵呵。这婴儿不能拿点啊，给你切了种蚂蚁，也不能懂住下去的食物，
今仔日咱收起来，收到上帝迄个帮助下去的时，无人难得啊，咱感谢咱做好朋友，然后你叫念一个这些，无啊，我是圆融，非常的长长，对不对？圆满的本体，我已经具足，非常。我今天发现，我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候，不管立身所在，不管你的你这个大你公司啊，因为你这个快乐，你这个感觉做欢喜，你从内心真正心底深处的，心底那个底哦。我就在想讲，我心深处跟我内心心底，这个会得到心底的先出来，对心底的这样一块的所在。所以今日咱们平时比较好学习，讲事要小心点。咱们今日准备这些个人物件，这应该要抄的，一步一步来解析。所以每一步拢会当开哦，每一步拢开哦。有时咱看到这条这个无理哦，每一步开哦，后边说拢支持我，哦，够满意。伊就安尼开到看迄个车里底啊，就是迄安尼，迄就是定开哦。刚才讲几句啊，这个无什么语言这个研究会跟如果这个请师各请多多指教，多多就感恩。现在我当，我当，好好好，是，啊，真的要行真功德哦，应该是有方法的。或许有找过这个大宝基金里面，怎么好像坐下来哦，慎思一下，然后这一篇没有讲哦。一共卖出来，我稍息。公益在发生用本质不足，那么当然这甲头前一定有重视。可是伫大宝基金内底讲，你是世尊各种人言善男子，有三无量功德之娘。有诸如来虽有清算，犹不能尽，况有声闻之二成等。就是讲，伫咱大宝基金内底，迄阵世尊哦，伊讲天盘的时阵呢，伊有甲咱讲嘛，讲有三无量功德的资粮。但是呢，有诸如来，就是讲大乘人呢，拢有听过，但是抑佫不能尽哦，伊佫袂当做了解哦。何况咱即种声闻。咱就是亲像迄二乘人甲下，迄个下二乘人啊，莫讲咱下乘啊，咱是二乘人哦。因为咱的声闻嘛，咱嘛会当达到严格，但是咱要达到菩萨本的，佫有足大的距离。那么有三项功德的资粮是啥物？哦，而且呢，大宝基金内底有甲咱做一个阐述，伊讲第一护持正观。所以今日咱若来入即个班。入体会班哦，来咱签绍大家吼来做伙护持正法，就会当真功德，就有真功德。当然咱无一功德，但是伊在世尊的时阵呢，佛陀就安尼甲咱教。第二，发菩提心，家己爱会当真正自觉觉他哦，自觉爱有自觉的心。第三，劝诸众生起无上愿。亲像咱去度人，去成全道亲共款，不起心劳呢。讲真经的，咱今日办道真正是有价哦。互我常常咧甲咱分享，互我去到仙游度一个人的迄间冰箱佫应该无去哦。你甲阮去哦，迄坐6点钟的车，摇摇摆摆度一个小戴因阿嬷，迄真正有价。亲像咱即间到福建人去。这是要人叫做护持，哦，去到遐呢，咱一抓去吼，迄红包拄好无收啦，若无我拄爱开万几箍衫的，那么这是为着啥物？叫做护持，护持正法，一种的交流也好，一种的学习也好，哦，所以呢，伊讲有3项，各位浅浅，咱即摆拢要做这3项工作，咱
培养地主拢要做即三项工课。所以咱今日行公了愿，甲一般迄个救济、迄个做福德的无共款。咱今日拄好做即三项，无咧互知影，咱无咧广告的，电视也无广告今日做偌济顿来，不管偌忝，出门就绝对困袂去的，对不对？不管偌忝，咱无爱忝的，发起冲关，肉体会忝，但是咱发起冲关。所以讲今日咱一贯地主，其实毋是讲咱家己咧标，来家己讲做不对的。其实或许肯定自己，或许也非常庆幸的，我们真的对地神有心。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第五步的时阵，咱有正信心，咱有乞丐心咱是有的人是乞丐尔，无心咱都有乞丐心所以咱有正信心，咱今日才会当去培养起，成为培养地主，才会当入咱面的祖师爷，而且面的家来做观赏。这是互项的时尚的，人讲点点咧看经典的时阵呢，拢安尼家己思考，家己咧欢喜家己呢，今日有法度来行入来而且佫会当坚持，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伫这个人事物的一年内底，咱一定会拄着困难，而且嘛会拄着难关，而且嘛会拄着足侪麻烦的代志甲咱干扰。但是你有法度坚持落无？这最重要。若无咯，人讲你的菩提心真正你自觉心若真正无退下，无食着这个道理甲咱去用请共款，时来当本来拢煮错的，迄个佳慧甲我讲，谢妈妈，恁今日食的20-30道的素菜拢我煮的伊讲，我讲是煮的好食的袂？我下昼来就要甲你品尝伊讲，谢妈妈，你放心啦，你吃了就知道。我拄叫咧，时来当的头家坐工桌呢，人个时来当的头家讲若阮时来当办素菜专属的规批时来当一名。我就甲讲老板，恁内底有一个厨师是阮徐坛主的后生呢。伊讲，因为伊搁坐我天伊讲啥物人我讲徐家伟，好佳哉。伊讲这佳伟伊捌住5人尔，足乖的伊也甲我讲，那佳伟恁朋友无好，迄个风评的时阵互我歹势，互我迄个已经准备做调出来头，你搁敢讲你是佳伟的朋友？好佳哉，伊讲佳伟足乖的，足轻学的，因为有一个主厨甲副厨，咱佳伟是副厨佫有一个主厨，主厨的经历比伊佫较久。因为当年拄啊无关系啦，所以而且咱讲今日咱何其正法，咱今日若无何其正法，咱讲一定爱去时来当食迄摊呢。咱迄个前几组长就讲我也着去我讲嘿你开车载阮两个所以你嘛是爱来伊讲毋是我载恁两个去坐车，坐飞机就好啊。我讲无，你会跟阮做伙去，因为伊会当搬去嘛，其实甲共款，爱着做好市。所以咱今日就是咧护持正法，咱今日毋是为着讲我来斗护这，还是讲我今日来分堂，来遮斗清扫，来斗煮食是分堂这个，绝对不是。咱若要食伫咱兜一碗幼米汤，咱就饱，敢是安尼？事实是安尼那么发菩提心，今日你若无你的菩提心，你的发心，所以咱一切要成道，要成就，绝对爱先发心。发心很重要，咱今日出门要去度人，你的发心是有纯净无？但你今日出去要去度人的心是有对待有慈有无？迄个无共啊呢。有时度无成功的时阵，倒来足艰苦的，可是毋通。我拢甲咱罗汉主讲，罗汉主讲啥甲我讲经理自卑足忏悔的。家己的道路拼遮济年拼袂开，我甲讲罗汉主。你的发心会使讲上天人的肯定，但是呢，伫咱发心要开放家己的过程内底，虽然无辉煌腾达，但是呢，咱遐嘛布施非常济菩提真迹。有一天呢，总是伊会开花会勃芽，咱就等待时机。你嘛花心呢，就一定家己去啊！今日家己
伊就互我咧讲，主编互我请假者，你嘛是爱去啊，因为你去，伊敢知影讲咱逐个礼拜三拢爱来，后礼拜互下个甲咱来，咱甲确定一下，3个嘛是要先来甲点火布置，因为吴先生讲无10个你毋通来啊，即摆互学今日就甲讲，伊讲3个我嘛要来甲迄经济点落。有3个就5个，有5个就10个，对毋对？你若3个无点落，因为我就伫遐讲伊嫌伤少个歹势互咱即旁个人去。我甲讲，阮来遮甲咱斗落者，咱嘛来遮甲咱加加。所以咱真正就是一定有法度菩提心，你今日才有法度坚持继续行落去。若无踢着石头仔随倒退啊！阮倒头即我咧讲，阮着爱倒退啊，但是敢会使倒退？绝对袂使倒退，只有往前。的这个使命第三，劝诸众生起无上愿，就是去度人去心中得清。这工课拢毋是遮简单的，所以咱今日所做，就是咱合乎咱道的宗旨。叫你就是简单代志，自觉觉他要大家觉幸福，我你才有法度了脱生死，咱有法度让大家解脱。那么其实互我一个体会啦，咱学经典学遮尔济，拄则咱主任讲的，这拢是文字判释。就是你要安怎发现你家己，那么在发现家己了后，咱这吴正雄演员师是上咧自卑的，伊即摆拢有甲互我带，阮带出侪新，迄种写哩乌帮伊拢写哩乌帮，就甲我带出来互阮，我种出手有时互我看无啥有，搁爱甲清洗一下，伊即摆若甲伊清洗，伊若甲我解说咱袂使讲有知道了，伊讲你如果说我知道了。后面点传师就没有再指导我们了。我们要说这样，或许受教了。你若讲或许受教了，伊都继续来教。你若讲点传师慈悲，或许知道了，不爱讲啊，伊就无讲啊。我想去做好医馆，或许知道了，怎么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到尾才甲我讲，你都知道了，我还要讲什么？我就甲伊买来，伊讲点传师慈悲，无要安怎讲？伊讲要说或许受教了我就甲讲或许在跟我们付钱人报告那唔对呢？伊讲什么报告？你要说要跟付钱人请示付钱人是那个上面的领导，你要说或许请示付钱人，袂使讲或许报告付钱人，因为伊要来咱家嘛，或许要请示付钱人，看什么时间他刚好有在，他有时间能够接待所以伫即个每角角内底我真正去人民单位学即课迄个老庄哲学真正有学着就阮安尼老单主来伊拢无讲啥，咧尊重尊重来就是爱转化搁啥爱实践，听道理听2、3工，你敢有转化迄已经毋是简单的老庄哲学。咱一家做这个庄子，对不对？迄兰花经诶，伊讲老子《道德经》叫迄个兰花经合做伙讲，合做伙讲，我叫李敏两个看着兰花经读拢懵懵，因为迄字咱拢捌读过，汉字咱拢捌读过，拢袂晓读。我就讲点传师慈悲，后学都没有学过兰花经。安尼安尼爱较认真的爱去买转来看，买转来读所以呢，而且呢，其实学无止境学无止境。那么而且呢，咱今日学的功德在发心当中，唯有落实这3件善事，这3件信事，咱保持正法，发菩提心，劝诸众生起无上愿，就是去度人心存得清的。甲咱共款拢会当发菩提心，来共同打帮助德。甲咱济公老师同打三折大开普渡的这个圣事，那么咱就有功德咱今日要回天的5大条件内底，就有德性戒律信念。你看，伊拄则咱看迄个影片互我注意甲看，伊走咱咧带我注意甲看，伊讲，因为咱今日是点开一盏心灯，咱今日这条这是一条心灯，那咱的心就是啥？就是灯台那么咱的心就是灯柱，就是迄个灯芯。那么今日咱要用什么油来添？就是咱
钙就是咱这物件。咱所饲的五钙行实现，这就是咱的定义。咱逐工拢爱加起来，啊无咱这个神经爱到是安怎就无会发育。所以呢，咱为什么咱今日清口一定要修五钙行实现？就是安尼，尤其爱3叶清净。咱3叶清净绝对就是离袂开五钙实现。所以拄则阿秋咧讲问隔壁的姨婆讲，为什么那个葱是植物，我们不能吃？拄则组长有车顶讲阿秋咧问隔壁的，那个葱为什么不能吃？它也是植物当然，这就是咱修五钙内底一个5分的菜。所以，伫这个一年，互咱体会，其实培养地主要真正得真功德。讲困难无足困难，但是讲简单要落实，嘛是真正爱有发心，因为你若无发心，你行袂继续行落去啊。阮江南主讲的讲，即摆要讲着做单紧才拍拼，拢关于楼顶，迄阿姨还想要找我，你对，讲我伫楼顶，我伫恁楼骹无看到你，为虾米？因为学校有责任，着爱有发心。你若无发心，你会甲会艰苦，真诶足艰苦，对不对？所以呢，伫遮跟各位青年共同分享我甲房经理相对学校你房经理这伊虽然伊倒还是较好啦因为伊较急，伊较急，学校插的工作真正有够济所以呢，伫遮甲咱各位青年共同分享真功德在发心当中是。咱听咱吴正明辩论师甲老前人甲咱讲，求道靠根基，办道一定要靠天时所以今日咱大人美丽家务是天时的应运，来修道爱靠用功啊！你若真正无用功，无甲钢条拉出来要成绩要成道是无可能。所以讲是点点滴滴的路径。当然学经典文字法则，爱透过咱的观察法则，叫做转化。文字法则咱读了后，为什么后学常常说后学是在读？我毋是咧看经典，我是咧读经典。因为呢，互我听一个讲师咧讲了，为什么说读？因为你读了后，你爱分享出里面，爱转化，爱分享出，爱背出去。你加读这经典，你才有法度转化，才有法度真正得到圣人真正智慧。因此，才讲讲师一定要学经典。讲师无学为叫你校长讲师遐优秀，你拢有经典拜二拜三无共款的经典，初级的甲中级的，初级的就学论语、学四书，中级的甲高级的就拢是道德经所以讲今日咱有啥物讲师遐用？经典落实，咱爱上为虾米经？迄讲师要训练，互我找个讲师人去训练。迄配音老师讲师一直甲咱催。我讲我旧年是有报名咱宣布名单互我。伊讲这个人拢无回应。迄个点完师指标你再找洪经理商量一下，再给我正确的名单。是这样所以我无办法，我操！点完师讲。洪点是讲不是有名单的吗？不是有训练的吗？伊当年咱真正有报名，但是因疫情停一年，对不对？即摆伊搁咧甲咱联系，但是咧联系内底你拢无加入群组，所以你拢无回应。就讲3个领证跟那个高满他不好意思邀请，我是讲咱该邀请就请恁该回应一下，无互我顶下个订互伊名单因为无名单，伊可能是1月份还是几月份的，要甲咱做一个互咱有一个概念，上课是要上啥？应该政务组长我甲你增加报名一个，因为他的名额里面，他的讲师的对象要有在帮办，他才要去做培训讲师，因为伊迄个就是道务中心的讲师。所以他没有帮办，他是不收的。或许来报咱遮的时阵，伊甲我这些都有在帮办。我说有3个领证可能没帮办的是我们江美纯吧，因为江美纯来慢慢会历练，慢慢会历练。所以呢，人家呢，恳求咱各位学习的讲师要去上课要去上课。我到时要找我
有新的这有电新的用有会继续用伊啊，新的啊，新的这有新的而且。新的电较紧的。啊，有新的在啊，更久啊，较无电。我无做出来咧家用啊，咧电嘛是安尼走。更久啊，无电。好，再一个处长，还是警务组处长。啊，我陈英哦，有准备来，啊，你处长来，我以简便的江乡哦来鼓励。你的鼓励听，小杨明山不是咱行啦，咱准备。论主看来就我陈英来讲主席利用。啊，嘿嘿嘿。其实今天咱上的这个环境吼，已经到行优品第3吼，所以好就是医文品吼，医文品第3吼，啊已经是拢咧头仔只拢咧讲了着，啊因为是安怎会，咱大家一直咧想，咱细小。即使有当时啊，有来咧，有已经是扮演的人啊，嘛是拢还佫会甲即个功德，甲伊安怎混乱去，哦，有当时啊是福州名，伊嘛会家己认为讲伊做真侪功德，啊，所以拄啊好会当借用着即边哦，来论到啥物是公，啥物是邪的时阵，会当佫互咱较清楚。那或许是刚刚说，啊，我要加我们做一些事情，他就自认为说，我要跟他做上做精髓，他这种才是种功德，他事实上并不是。所以，讲啊讲，有当时啊，愈清心在做的人，拄着的考验愈多，为什么变这样？啊，你敢有感觉足奇怪？因为咱拢甲咱所做的一直拢认为，我做真济啊。迄拢是功德，啊，事实上，人仔来看讲，咱好进前捌讲过一句话，讲啥？阳德跟阴德，啊，这用德的时阵是上4年，你做的是要互拍手，要互甲伊赞叹，你已经享受到这个4年啊，这世间的这个名望啊，啊，唯有积阴德的时阵，啊是安怎？是你的呀，所以呢，或许嘛是也爱想讲啊，其实咱电视师用人讲的，咱或许有两个敢若家己较有一个体认啦因为咱拢会讲着啥，会当发现自我的这个特性是讲，但是呢，发现尔，是发现尔，咧发现当然无简单。但是呢，我还感觉讲，自己若会当修心性，会当修心性，是讲，若是自己会当修心调停，因为咱这出去是一个标杆的，人细小的人去做啥物歹代志人袂家己足在意啦，因为感觉讲迄是细小人。但是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咱小可唔对的时阵，人就讲，食草，伊嘛是安怎，变成是，咱变成是一个啥科学家，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呢。如果是伫这段时间内嘛是一直会安尼去咧想所以讲修自己修心性。是讲，若自己修心调停是对，这个心调停是迄个修心性将来咱看呢嘛是搁来看讲，
的心念，若拢无有即个关系啦，还是贵贱的分别，就是讲一视同仁。因为每一个人的自性是平等的，但是呢，是咱即个感觉压了无共名，画压了较好，画压了安怎较瘦，画这就是高低，画的进步较悬，认真较好，所以有当时啊，目前人也咧共介绍讲那些某某哪迄个就是什么有关的总监上，我老目前讲以后就不要再介绍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希望的，这种已经若讲真正进入要修行来讲，这已经拢属于倒位的。你当咱无法万年，目前人家来讲一解，我讲有一解咱好势。本来会当进入第三名，但是好势无爱去，为什么？因为南部已经一个冠军呢，台中一个亚军呢，咱好势搁继续南部，我若搁进入去第三名，安尼南部两个北部煞空去。咱好势永远手里会行无爱背，迄个名额要甲留了北部。看起来咱是安怎？好像损失了这一次的竞赛，没有挤进前3名。但是得来的，互你感觉讲，和北部迄人过啊，本来也唔知影，但是由阮的 A 部长甲伊讲你们要去感谢谁？他手上的剑是拢动起，拢无甲伊过，就是这个名额要留阮北部。因看到我竞赛了加2天的时阵所做的惊，因怎啊惊着？所以安怎经过唤起北部的人，那迄群的人对咱的尊重。你敢知？所以有时候你失去的是你家己足着重的，你家己足注重的，你会认为你失去。如果你若是无的话，你感觉讲这个没什么，竞赛就是要，互大家会当安怎差迄个热度，大家拢动起来，只是要这个气氛而已啊。你竟然安尼，我就把一个名额留给北部啊。若无我阁无了北部的迄回。若咧表扬的时阵，因着安怎完全无有人通上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咱先生他会咧甲咱讲，自己修身行是德，就是讲有当时咱的一寡想法啦，咱的行为啦，如果若很平直，无人讲来讲，无弯弯曲曲，无有迄个弯弯翘翘安尼的话，这嘛是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重要。若是这个一项咱好势嘛是真深的体会。伊讲，佛性伫咱发挥作用的时阵咱唔通去互咱的妄念所转。安尼这就是对。为什么咱会讲咱的佛性人发挥作用？比如咱好势，较突然来想，比如啥？比如讲，咱要去访亲，因为咱进得若经理因有需要，因若甲咱邀请，若甲咱叫，咱就去。若是无甲咱叫，咱就认为讲，伊有另有安排，要互因去成长。咱就无出门。但是呢，你一旦出门出去的时阵你想的就是咱今仔日来的用意是要用啥？你千万袂使将你的初发心迄个用意好的去的时阵，煞怎个一个妄念？妄念就是讲，竟然咱互我是咧做保险，心若去甲伊转一个念讲，来调解熟悉，下摆有机会来因遐去甲讲保险，这个念又被转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咱讲佛性若是发挥作用的时阵千万唔通去互咱的妄念搁甲伊转去。你若会当佛性发生作用，在行这条路，你就要让它继续走下去。千万唔通搁去付出一个妄念，去甲伊转去，安怎搁走去别位去？若安尼就无出来咱头迄个佛性所发挥出来，迄个当下迄个显现出来。因为我搁有一个，伫遐想讲即阵来好啊，若来下摆有机会，我嘛搁加熟悉一个啦。倘若后转会当有机会来甲讲保险，这个就是又
先讲甲伊理清楚，吼。啊，当然，安尼若安尼听的时阵，你自行所做，你就会感觉讲有愧于心。我做的是感觉讲是应该爱安怎行，我就安怎行，吼。啊，所以呢，遮呢，甲拄安咱迄个说明福利有咧讲着伊有过一个咱个真诚的感恩，咱互学请真诚的感恩吼，咱用普通的俗语来讲，是咧讲啥？发自内心的。嘿，大家拢知影讲发自内心。对啊。啊，发自内心吼，咱互学吼，这两工啊，吼，这段时间呢，咱这是咱的浅见啊吼，真诚，嘴要讲袂晓讲，但是真正你做的，到底是属于安怎会当，互你家己感动，互你家己感觉讲你做这项代志，你连你自己都感动。咱互仔吼，就以这两工开始，吼，这两工仔的代志，嘿，因为你像后来阮二舅去住院，阮二舅家剩一个人袂剩，啊，结果吼，阮弟弟就咧讲，啊，我若死到吼，阮妈妈我爱甲送去安养中心，我甲讲毋对，你送你妈妈去安养中心，啊，恁爸爸家己个搁伫厝呢。啊！伊家己一个，伊也袂用衫，啊！你安尼要安怎？我讲你爱赶去赶甲你妈妈送转来厝去拜托中介，去甲你找一个贴卡，就是乌卡啦。我讲你一定爱来拜托，去敲一个乌卡贴卡来甲你暂时处理这段时间，因为伊迄个进行迄个叫造片，爱报警了后3个月，才会当去叫人排班。或者我咱我直接讲若有用着吼，就迄个较会知，一定爱经过3个月过，伊才会当去叫人排。哦，啊，若无拢总是无正式的，拢总是人讲嘛讲去找迄个来贴的迄个对啦。啊，迄个爱较贵，吼。啊，因为呢，阮阿婶吼，因做少年伫庄骹，咱咧讲的，就是讲小欠啊。所以变成吼，6、7点门仔好啊关了，电话拢暗暝讲，迄个查囡仔吼是嫁来咱台湾已经，迄个伫中国迄边，吼已经1、20年，人祖囝嘛拢咧读大学，结果门仔好咱关过啊，无咧用看电视的，也无用啥，啊所以伊就爱安怎，伊就爱用手机啊，交因顺便联络。啊，结果阮阿姊有一届都毋知影，搁会员才去共关起来，阮就是伫看着因走较奇怪，才有一把青青的会，原来他是在那里滑手机，会甲关到暗暝半。我想讲，这安尼袂使，这若搁叫走去吼，啊，这两个老人看要安怎？哦，阮是会当头啊迄段时间吼，阮是会当安怎去甲伊斗买菜，去甲伊买衫互用啥，但是咱搁毋是规个拢会当。伫伊个身躯边，所以我迄讲，我就甲阿姊讲，我甲讲吼，恁爱体谅恁后生，伫台中工课遐尔无用，啊，即个是硬去甲拜托的，恁千万吼，人无趁人嘛是会使走，吼，人去做因咧一工咧迄个就会使，毋免就去互你绑到遮，你爱去甲伊体谅，无你嘛，你无去甲伊体谅，无你嘛体谅恁囝一礼拜走2、3天，走到吼，我看伊。吼，啊，你嘛爱家己体谅者，迄路途遐远，车辆遐济，啊，若有一个视觉差要安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说怎样囧要闹出来？吼，啊，所以有当时安怎，咱会去触动那一当下，就是真心。像迄天毋知对一个刚出来咧讲的时阵，有报一个，迄个妈妈，啊，囡仔拢伫国外，结果呢，因囝甲送一个机器人的，伊甲讲伊袂当转来，吼，跳舞袂当
嘛赶紧去摕电池2粒，一粒2粒，迄个地较2个，迄个咱地啊拢总安怎，拢总甜起来，结果救无得，嘛是走了。所以有时候看到这种影片，我们会刺到，会安怎，触动着咱的内心。迄个时阵就是真正的礼物。这回今年9月29，阮爸爸做第3年，人要过真有够紧3年啊！咱我去甲报告今年的1年的代志，现线大家敢会？敢有啥？我讲真的人，足济拢到尾啊，一定爱送第2，抢救无效，回来直接归迄个农园去。我讲因为阮爸爸伊。真疼惜我，嘛真体谅我，尾啊因为伊头啊迄段时间有一寡问题，咱互我们一直拢会甲伊纠正，甲伊沟通，伊有听入去，所以伊到尾啊迄段时间他就很自在，嘛拢无互咱互我安怎落去，9天尔就走啊，迄天迄阵，咱陈经理调咱房经理，搁去甲伊看，走了都10点钟尔。我甲面甲洗洗面，迄落甲讲的，我甲讲叫伊衫脱去，叫遐面衫脱，我来煮菜，我菜煮好来，人伊走。所以呢，我刚去去甲伊拜拜的时阵，我嘛甲伊感恩讲，因为你就是真疼我，所以你甲无甲我带来真济困扰烦恼，袂晓听一场，我非常感谢。所以那时候，咱讲着的时阵，咱的目眶上咧红，那个时候就是你真诚的流露啦，你的真心。若无用讲的，逐个嘛出来讲，今天这是咱过节银行拄好讲到遮的时阵做一个，就是讲可能咱年纪较济咱嘛得上较看较济，上较银行所以呢，这个如各老员都在别所在，请选人事要多一些情况，让我们做个报那送请起立，一起第班。向指导5行3鞠躬，前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事慈悲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点人事慈悲鞠躬，一起持架，向指导5行3鞠躬，前到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副前人鞠躬，送架各位点师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副前人鞠躬，送架各位点师鞠躬。对，谢谢大家。